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海濱南岸睇一個兩房間隔嘅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睇睇。海濱南岸呢個屋苑咧係08年5月入伙嘅，咁伙數咧就係提供2470個單位，適合小家庭居住。咁而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單位咧，就係481尺，間隔屬於兩房房大廳大嘅單位。廚房大部分嘅入牆裝設都係原裝嘅，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咧係保養得非常之好嘅。咁交通方面咧，海濱南岸如果走到紅磡地鐵站咧，只需7至8分鐘；而去到理工大學都係大約10分鐘，適合白領同埋理工大學學生出入。睇完咁好嘅單位，大家係咪好心動呢？咁如果邊位想查詢紅磡區內嘅一二手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